各位街坊，你哋最近行街市嘅時候，有冇留意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明明喺連鎖超市或者大品牌嘅肉檔，一斤豬肉閒閒地都要賣成50-60蚊，甚至係70-80蚊，但係偏偏喺街市啲角落頭或者某啲新開嘅檔口，竟然見到個大牌寫住18蚊一斤。係啊，你冇聽錯，係18蚊啊！今時今日喺香港，18蚊連買杯珍珠奶茶都唔夠錢，點解可以買到一斤豬肉呢？講真個句，見到咁平，好多人心入面第一反應係話執到寶啊，即刻衝埋去排隊。但係我今日要同大家爆個大鑊，呢啲18蚊斤嘅豬肉背後隱藏住一個街市肉檔死都唔敢講嘅秘密。我為咗呢集專登揾咗個喺呢行做咗超過35年嘅資深刀手阿全師傅，佢冒住被同行追殺嘅風險，話俾我聽呢啲平價肉入面到底有咩乾坤。各位聽完之後，你可能以後見到呢啲平肉都會繞路行。我哋先嚟計一條最簡單嘅數，大家知唔知道而家一隻生豬由國內運到落嚟香港，加上屠宰、運輸、人工、租金，成本價大約係幾多？阿全師傅話我知，基本上如果你係賣正宗嘅本地屠宰新鮮豬，成本價最少都要30幾至40蚊一斤。咁問題嚟啦，如果佢賣18蚊俾你，佢仲要賺錢，要交租，要出糧俾伙計，佢係咪開善堂？顯然唔係。咁呢啲豬肉到底係點樣變出嚟嘅呢？秘密之一就係所謂嘅冰鮮肉當新鮮肉賣。呢樣嘢喺行內已經係公開嘅秘密。佢哋會喺凌晨4、5點嘅時候，由一啲凍肉批發商嗰度入一啲來自巴西、泰國甚至係一啲更遠地方嘅冰鮮肉。呢啲肉喺凍倉可能已經放咗1年、2年，甚至係3年咁耐。批發價可能只係需要幾蚊至10蚊一斤。呢啲肉運到檔口之後，佢哋會用一種特殊嘅方法還原。佢哋會用溫水加一啲特定嘅化學藥水浸泡呢啲肉，等佢哋吸收水分，睇落去變得豐滿有光澤。然後最關鍵嘅一步就係將呢啲還原肉混入少部分當日新鮮屠宰嘅豬肉入面。喺街市嗰啲紅色燈光照射之下，你根本分唔出邊塊係真新鮮，邊塊係僵屍肉。阿全師傅仲提到一個好心寒嘅細節，你哋有冇發現呢啲18蚊斤嘅肉檔，通常都會將啲肉切得好碎，或者搭到成座山咁？呢個係因為要掩飾啲肉嘅質地。新鮮豬肉應該係有彈性，唔黐手嘅。但係呢啲冰鮮還原肉，因為纖維已經破壞咗，摸落去會好鬆散，甚至會有陣淡淡嘅雪味。所以佢哋會用好多冰水沖洗，再噴一啲所謂嘅保鮮劑，令啲肉色睇落去紅卜卜。如果你買返屋企，洗完之後發現啲水係淡粉紅色，或者煮出嚟嘅肉質好似渣咁，咁你就係中咗招，做咗老襯啦。再講深一層，呢度仲涉及一個更加危險嘅秘密，就係注水肉。你可能會話，而家法例咁嚴，仲有人敢注水？阿全師傅冷笑一聲話，而家啲人唔係用針筒注水咁落後啦，佢哋係喺豬隻臨屠宰之前，瘋狂餵佢哋飲含有化學成分嘅液體，或者係屠宰之後，用高壓噴射嘅方式將水分同化學保鮮劑直接打入肌肉纖維入面。咁樣做，一斤肉可以變到1斤4兩，甚至1斤半重。你以為你用18蚊買咗1斤，其實你可能只係買咗10兩肉，其餘6兩都係化學水。最令我驚訝嘅係，阿全師傅話有啲無良檔口，甚至會去回收一啲酒樓食肆用唔晒，開始發臭或者變色嘅剩餘物資。佢哋會用強效嘅去味劑同漂白粉處理過，再重新包裝，當成特價肉賣俾街坊。呢啲肉入面含有嘅細菌量，分分鐘超標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對於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嚟講，食咗呢啲肉唔單止係無營養，直情係對身體健康嘅一種摧毀。大家可能會問，點解政府唔管？其實食環署都有定期抽查，但係呢啲肉檔好精，佢哋通常都有2手準備。櫃面放嘅可能係合格嘅肉，等你抽查，但係你一走，佢哋就攞返啲古怪肉出嚟。
加上呢啲檔口好多時都係開咗幾個月，換個名，換個招牌又再嚟過，執法難度其實好大。咁我哋作為消費者，點樣先可以避免中招呢？阿全師傅教咗我幾個保命招。第一，唔好貪平，呢個係金科玉律。喺香港，豬肉係有市場公價嘅，如果價錢低過平均水平超過30%，即係平過30蚊一斤，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18蚊、20蚊呢啲價錢，基本上係連成本都 cover 唔到，一定有貓膩。第二，睇色澤，真正嘅新鮮豬肉，色澤應該係淡紅色或者鮮紅色，表面微乾，唔會有過多嘅液體滲出。如果你見到啲肉紅得好唔自然，或者表面濕淋淋，甚至係有一層黏液，咁就千祈唔好買。仲有，要善用你嘅嗅覺。新鮮豬肉有一股淡淡嘅生肉味，唔應該有任何酸味、藥水味或者雪味。第三，用手冚。新鮮豬肉好有彈性，你用手指冚落去，粒位會好快彈返上嚟。如果冚落去個印好耐都唔燒，或者感覺好似冚緊嚿棉花咁，咁呢啲肉一係就係放咗好耐，一係就係注咗水。阿全師傅仲特別叮囑我，要留意肉檔嘅衛生環境。如果你見到個檔口連基本嘅冷藏設施都冇，啲肉就咁喺常溫之下暴曬，而價錢又平得驚人，咁你就真係要諗清楚。喺香港呢種高溫潮濕嘅天氣，豬肉只要離開冷藏超過2個鐘，細菌就會開始幾何級數咁增長。其實呢，講到底，買嘢食最緊要係安心。我哋平時辛辛苦苦揾錢，都係想屋企人食得健康啲。如果為咗慳嗰10蚊8蚊，最後搞到要睇醫生，甚至係影響長期健康，咁就真係因小失大。呢個世界無免費午餐，亦都無18蚊斤嘅高質新鮮豬肉。阿全師傅話，佢之所以願意講出嚟，係因為佢見過太多基層市民為咗慳錢，日日去買呢啲平價肉，佢心入面好唔舒服。佢話，我做咗30幾年，對得住自己個良心。雖然我依家退休啦，但我都想話俾大家聽，做生意可以賺錢，但唔可以攞人哋嘅命嚟玩。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心入面都會有個疑問，咁即係去超市買就一定穩陣？其實都唔一定。超市雖然有監管，但係佢哋嘅肉好多都係預先包裝，你摸唔到，聞唔到。最穩陣嘅做法係揾一間信譽良好，你幫襯開，睇住佢每日都有生豬到貨嘅街市老字號。雖然價錢貴少少，可能要50幾蚊一斤，但係起碼你買到嘅係真真正正嘅新鮮豬肉。我亦都想呼籲一下大家，如果你發現屋企附近有呢類超平肉檔，而你買返嚟煮完發現味道好奇怪，或者食完之後身體不適，一定要向相關部門投訴。唔好覺得幾十蚊就算啦，因為你嘅沉默可能會令到更多唔知情嘅街坊受害。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阿全師傅私藏嘅揀肉秘笈。佢話，如果你真係想買到好肉，最好係朝早7點至9點呢段時間去街市。嗰段時間到嘅貨係最原始、最無經過後期加工嘅。你可以要求師傅切梅頭或者不見天，呢啲部位通常比較難作假，因為紋理好清晰。大家要記住，呢份18蚊斤嘅秘密，唔單止係一個價錢問題，更加係一個食品安全問題。我哋作為精明嘅消費者，一定要保持警覺，唔好俾嗰啲所謂嘅大特價沖昏頭腦。好多街坊可能會覺得，依家經濟唔好，18蚊斤真係好吸引喎。我明，我完全明白。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啲檔口可以生存到咁耐？就係因為佢哋捉住咗大家貪平嘅心理。佢哋賣100斤肉，可能入貨價先至幾百蚊，賺到嘅錢其實仲多過賣正宗肉嘅老實商人。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現象，最後受苦嘅只會係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阿全師傅同我講咗一個佢後生嗰陣嘅故事。佢話30幾年前，大家做生意好講誠信，一隻豬邊個部位好，邊個部位唔好，都會老老實實同街坊講。
但係依家唔同咗，太多外來嘅假嘢湧入市場，加上租金壓力，好多後生一代嘅從業員或者係一啲只求快錢嘅投資者，已經唔再講呢一套。佢哋眼中只有數字，冇咗嗰份對食物嘅尊重。所以下次你再行過街市，見到個牌寫住18蚊嘅時候，不妨停一停，諗一諗，諗下呢塊肉背後經歷咗啲乜，諗下佢係點樣由大半個地球之外運嚟，或者係點樣喺化學藥水入面脫胎換骨。當你諗清楚呢啲之後，我相信你手上面嗰18蚊，應該會寧願拎去買多幾棵菜，或者去返一間老實嘅肉檔，買半斤真正嘅豬肉。健康係無價嘅。今日呢集爆料，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大家明白，喺呢個資訊爆炸、真假難分嘅年代，我哋需要更多嘅知識去保護自己。阿全師傅嘅分享係佢用幾十年嘅血汗換嚟嘅經驗，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信息傳出去，話俾你嘅爸爸媽媽、爺爺奶奶聽，叫佢哋唔好再被呢啲特價陷阱呃到。講真，我喺度做呢個題材都壓力好大。阿全師傅話，呢啲賣平價肉嘅背後通常都有一啲勢力或者大型嘅供應鏈支撐，但我哋覺得如果每個人都因為驚而唔講，呢啲黑暗嘅秘密就會永遠隱藏落去。我哋嘅目標好簡單，就係想大家食得安樂，買得放心。大家要記住，真正嘅美食係唔需要用化學嘢去裝飾嘅，新鮮嘅食材本身就有佢嘅光彩。如果你有任何關於街市嘅古怪見聞，或者你都曾經喺買豬肉嘅時候中過招，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我哋一齊揭開更多呢啲唔為人知嘅秘密，等大家都可以做個精明嘅香港人。喺呢度，我要再次多謝阿全師傅。雖然佢唔方便出鏡，但佢提供嘅每一張相、每一段錄音都係非常寶貴嘅證據。佢話佢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有一日，香港的街市可以回復到以前嗰種淳樸，大家唔使再擔心買到薑絲肉或者注水肉。各位街坊，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記住，18蚊斤豬肉絕對唔係福利，而係一個警鐘。我哋要學識分辨真假，保護好自己同屋企人嘅腸胃。下次去街市，記得帶埋阿全師傅教你嗰幾招，打醒12分精神啊！其實除咗豬肉，街市仲有好多其他嘢都有類似嘅情況，例如係嗰啲10蚊3份嘅菜，或者係20蚊5隻嘅急凍雞。呢啲背後又有冇秘密呢？如果大家有興趣，我下次可以再揾相關嘅內行人出嚟同大家分享。喺呢個咁繁忙嘅社會，我哋好多時都係求快求平，但係有時慢落嚟，觀察下身邊嘅事物，你會發現好多我哋習以為常嘅嘢，其實都唔係咁理所當然。就好似呢塊18蚊嘅豬肉咁，佢可能正正反映咗依家社會嘅某種悲哀。但係只要我哋每個人都多留一份心，呢啲悲哀就可以少一啲。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支持本地，支持老實商人。雖然佢哋嘅價錢可能比較硬，但係佢哋賣嘅唔單止係肉，仲有一份責任同良心。唔好俾呢啲18蚊嘅古怪肉摧毀咗我哋嘅飲食文化同健康。我哋香港人一向都好叻，好精明。我相信只要大家掌握咗呢啲資訊，呢啲無良檔口自然就無生存空間。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分享對你有幫助，記得要俾身邊嘅朋友知，特別係嗰啲中意去街市掃平嘢嘅長輩。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大家記住，食得好先至係對自己最好嘅回報。唔好再俾嗰啲18蚊嘅數字蒙蔽你對食物品質嘅追求。我哋下次再見，繼續為大家揭開更多你唔知嘅秘密。